ただけ愛せたらこんな夜は来なかった平気さ俺の後見つめてせずに腕を離したほどレールにもたれて二人こそ。咱今麦所收听的是 FM 91.1关怀广播电台，伫中华发声，为台湾发声。山过人山，台北的爱人嘛放傻我。各位空中听友大家好，我是吴清阳，在本台每天下晡6点到7点的节目，今麦由我主持。你若有闲，请您收听指教，谢谢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anet。如果收到朋友的LINE讯息，要求你代收简讯或是代打电话，就要当心哦，因为这通常是歹徒正在进行诈骗，请直接打电话问你的朋友，才不会受骗，让自己的荷包失血哦。我是林庆台，目演出赛德克巴莱，因为吃薰，我目得心肌梗塞，为死亡的边仔行过，心脏嘛加了2支支架，身体白痛，互我了解，只有健康才会当帮助搁较侪人。解分吧，做一个真英雄。二代解分，车卡免费专线0800636363。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大家好，大肠癌真普遍，每20人就有1个人有大肠息肉，可能会变成大肠癌。平常时爱少吃烧烤红肉，多吃彩虹蔬果，控制体重，多运动，而且爱定期筛检。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好够今后哦。大肠癌唔免惊。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岁月。我经常咳嗽，痰多又气喘。胸腔科医师告诉我，这是当年我吸烟的后遗症，慢性肺阻塞，也就是 COPD。及时的戒烟及治疗，能
能够帮助我维持着基本的生活品质。亲爱的朋友，你还吸烟吗？请上华文戒烟网，或是亲自到戒烟门诊，寻求专业的协助。戒烟及早，生命美好。在地声音，在地关怀，关怀本土，关怀台湾，关怀你我每一个人的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即马是台湾时间下晡5点正。欢迎收听厝边隔壁的节目。这个节目伫礼拜一到礼拜六，每一天下晡5点进行到6点。1点钟的时间会按政治、经济、教育、语言甲文化，每一个咱所关心的议题，邀请无同款的来宾，为因上专业、上实手的话题，甲咱伫空中分享交流。厝边隔壁的节目，用上轻松的心情，找找理念同款的朋友，发挥电台盘山过岭的功能。希望按咱的节目小小的一点，会当结合出济济共心的力量。厝边隔壁，小少来关怀，关怀台湾的好将来。
经看透透，有啥人比你较重要？阮的一生献予恁斗，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等待返去的时阵若到，你着令我先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仔收听的节目是每礼拜一到每礼拜五暗时5点这2点的节目。错在隔壁，大家好，我是约翰。今仔日呢，因为是迄个周清佑周人的时间，不过周人即摆人吼，搁伫外口开会，即摆要顾转来，伊足表示吼，为着即个台湾园园区的代志一直在努力。今仔日特别邀请到即个高武昌江老师来到现场。武昌老师你好，主持人好，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是伫今仔日准备替委员准备即个节目进前吼，伊有准备真侪资料，互委员了解即个江老师一直咧推展啥物款的物件安尼。伊有看过资料，江老师拢是咧推展即个布袋戏，即个布袋戏的即个文化安尼。主要是先有节目都较早曾经吼，是看者吼，也过来都读大学的时候读到戏剧，也对传统戏剧吼，包括歌戏吼，传统戏剧较有兴趣。也我迄个时阵，我较早啦哈，伫1970年代就开始接触到即个布袋戏、歌戏这方面研究。迄个时阵几啊风气还未开始，所以迄个时阵参加吼，举办一寡活动，接触到遮老艺人吼，也感觉即款传统戏剧吼，遮老艺人因的生活，因的迄个戏剧生活吼，甲舞台生活吼，甲迄个在戏剧一寡故事，拢真趣味，就是安尼做，规个做聊落去，安尼，就甲即摆来讲嘛，30年啦，现在。我一直讲着，其实细个时阵看到布袋戏的机会嘛无济，一般拢是看到庙会有人会请迄个伫遐搭一个小棚子，伫遐表安尼。迄种的，我就有讲布袋戏开倒一种伫台湾哈。最近你所看布袋戏，应是国外历史的时期吼，迄个时阵吼。其实伫我那时候看到开始报纸嘛，开始报道，迄个时阵，伫民国68年、70年代吼，外台电话规已经开始咧取代即个一般报纸演出吼，迄个时阵真济甚至民国70年代，因为个人可能不了解，因为70年代迄个时阵吼，我台湾真厉大家都有影响，所以真济做真济咱不过。迄个时代有特别台湾经一个起步吼，当然有时当然所以自然所开吼，所以迄个时阵虽然是戏剧真济，不过一寡较外写风气，我较受影响，包括真济迄个青黄线啦，甚至讲脱舞啦吼，迄个时阵影响着整个社会风气，所以虽然迄个时阵戏真侪，70年代戏真济，不过我遮迄个一寡较大风俗即款演出真济，一直到80年代、90年代，这时阵来吼，慢慢即个咱台湾戏剧所做规个拢较没倒去。是，好，咱就我哋倒来厝边入来这部现场哦。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咱今仔日特别是邀请到咱的江武昌导师来自咱的地方吼。其实这就是咱中华县的宝贝吼，但是事实上伫文化界，伊是用心足侪吼但是
你好个人可能就足捌哩，一般的社会可能较无甲，因为咱过去就是讲，大家拢足认真咧做石头啊，做生理啊，做工课啊吼。可能对文化方面，咱老人讲哦，迄足好，足要紧，但是可能接触拢无是遐尼济吼。感谢周馆长甲我讲遮济好诶，其实真不简单哈，我都较含慢吼，都较专心做工课，外面一块工课我较毋捌吼。你客气。我若熟悉啦吼。这是真要紧，这是真要紧诶工课咧。所以今日我毋知伊较实哩吼，头壳大家可能知影，阮第5月，咱诶台语文学区，要来对外正式先开始吼，来开幕。这个开幕吼，其实咱通讲是，这是全台湾唯一。即个目前就是对台语文会当用心，是希望有一个所在，通帮助各方面，甲学者、专家啦、教授啦，对台语文有要紧的遮个人吼，其实足侪人伫过去的时段伫逐个所在个别的努力，因为这是要紧的基础，但是较无机会QQ 做伙吼，所以敢若迄个开小可有分散了，无啥够。所以咱即摆要有一个台语文学区，其实头久就是全国各地的遮教授有一部分，已经先来甲遮，今仔日特别去拜访咱的馆长，去政府馆长公馆遐，逐个有真济讨论，然后去咱台语文学区，逐个有做伙咧讨论，就是讲，咱过去的歌戏、布袋戏，是台语文歌，迄个歌谣，台语的歌谣。这其实咱足熟悉的呢，足侪足有名的歌。这伫咱的生活当中吼，不管是拢存在吼，是不管是来只要开咧吼，饭家咧食，是去做工课，不是人拢有咧听，甚至我都暗时因为较早较无啥物互动嘛吼，也伫看迄落门口口，也是讲伫听你，也是听你哦。若无啥物互动，就听来只无就广告，也是讲去一寡庙口去见望听，所以迄时台语接讲接听，咱台语做就会保存落来。但是呢，因为经过即几十年的即个无政治的即个环境吼，即马煞对伫外口社会咧听的，包括原来是讲台语的家庭，即马遐囡仔嘛，袂啥会晓讲。无毋对，包括我真侪话吼，久无讲吼，嘛会走情。所以咱有推动即个台语文学区的即个设立，希望大家会当将咱有关的即个基本的咱的本地的文化，会当来扣做伙，这是袂当放杀的物啊。对啊，周馆长用心，我真钦佩，因为以我所听，你拄我所讲的，这我看到遐一个，确实伫咱中华八卦山顶即个吼，台语文即园区吼，以我所知是确实是头一个，无简单，真佩服你。袂，我就想讲，实际上这是要紧的工课，但是社会无咧重视。对，确实要紧。无重视的时，毋过要紧，咱搁较困难，咱嘛都要努力。就是因为迄个馆长找我吼，我感觉讲，第一我合像我的人，第二咧。我现主是我手头一寡物件都会当无问题吼，我对台语我也真注重吼，我就想讲会当配合的，馆长你看一声，我会当配合，我就尽量配合，看免怎做。真好，你怎啊毋知要互咱知影讲你过去，你其实我感觉你做的嘛是足感动人的，你毋知做啥物会当，我是已经了解啊啦吼，但是互你家己讲，我较袂甲你讲顶大去咧。你的本行是啥物？我本行吼，你的教授是啥？你是啥物人的徒弟？我在讲吼，我人无爱相信，我本行我在看戏，本行是看戏，满世界在看戏吼，也从读大学一直到7啊，真正在看戏。若讲我对我影响上大，其实是。迄个柯坤良柯教授，现主是柯坤良教授，恁知影伊是啥物人无？以前就是做退休哈，最近我
伊虽然退休了，我也对这传统戏剧这方面也真注重。传统戏剧，或许你爱小可讲较慢一些，咱透过收音机，互更较侪人听会清楚你咧讲，你讲会足顺的啦吼。但是互大家听较明，较袂听走精去吼。确实的吼，就讲惯势吼。也区昆阳区教授伊伫大学的时代吼，也就带阮咧做有关这方面布袋也好啊，歌戏啦、北管、南管吼，也一寡民俗活动这方面的研究参与吼。受区昆阳区老师的影响吼。区昆阳教授是啥物人？敢会问那个？你想讲，大家拢捌你，当然文化界人捌，但是抑个足侪。整个普遍的台湾人，可能需要佮小可介绍一下。区昆阳区教授伊是宜兰人吼，也真早就看真侪迄落戏吼，也伊是读迄落历史的，不过伊对台湾历史、对台湾迄落台湾戏剧吼，这方面非常有兴趣，非常研究吼。会用讲是头一个对台湾戏剧较有一个系统，较有心来研究甚至讲我也带真济这学生起来做研究。我是较寒门当中的一个。因为我讲实在话，因为区昆阳学生区昆老师伊栽培学生真拢真出名。伊伫倒位教？伊现主时是伫上早迄个时代是伫文化学院，也现主是的文化大学吼。了后，伊民国我想看民国72年，民国76年了，过去伫国立艺术学院、国立艺术学院监督。国立艺术学院。现主是改名叫做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台北艺术大学。艺术大学。所以，就是对艺术，就是咱的伫台湾推动艺术的教育的。足前辈，对，伊算上早一个前辈吼，伊曾经我也捌做过即个文建会主委，迄个时阵是苏贞昌做行政院的时，请伊出来做迄个文建会主委做年外对这方面我是非常有一个贡献吼。即伫网络诶。人文的介绍拢有写个足清楚，其实大家伫网络拢会当查得到这是啥物人，包括江老师嘛是拢你的资料，原来是内面写个足清楚的，有足清楚的介绍。感恩的，是，我甲你较歹势，我都毋敢看。我有去查，去做功课啦。真多谢。其实我讲的较少啦，主要是都偏中华，即摆现做生活，等来中华时间较侪吼。若会当做啥物贡献，我就尽量。过去来讲，我都伫差不多20年前吼，其实我真早吼，伫区昆阳区老师的时代遐，我就开始收集着不管布袋也好，歌也好吼，还是讲即款走唱吼，交我条咱嘛能讲这台湾民谣吼，大乐琴咧唱歌迄种的吼，你念歌唱故事的即种吼，北管啦、南管啦吼。这方面的甚至讲台湾的即款话剧、曲盘吼，博笑剧吼，这一款物件，我过去来讲着收，伫甲累积起来。了后，我伫差不多20年前，我离开国立艺术学院，就国立艺术学院吼，也离开了，我一款物件。你伫遐教册？你伫遐？迄个时阵，我是遐做研究，我无教册吼。离开了，我即款物件我放伫遐，安尼袂使咧。我慢慢家己佫累积，所以累积迄个时阵就开始接触着电脑吼。就想讲，电脑会当甲保存，所以迄个时阵我开始学习讲将一寡有声资料甲数位化，透过电脑数位化，慢慢学习。无啊，我那是土下练功吼，为毋捌，拢家己摸，家己慢慢摸索。摸差不多20年，我这方面，我累积一寡成果，这方面我一寡技术上，我家己较了解。所以不管是录音带，咱大讲盘式录音带，咱一般较所在讲卡式的，遐普遍，盘式就是过去迄落即个，
迄个，嘿，对，迄个真早当迄个广播电台伫用诶，吼，广播电台伫用诶，吼，啊，佮写诗都较早卡拉 OK 啦，是讲迄个啥，叫啥面顶伫听，还是讲卡拉 OK 人伫用迄款叫做写诗，吼，这三种诶。即款物件拢有收啊，上面将遐物件啊，甲数位化，甲透过电脑甲保存起来，啊，声音甲处理吼，处理较水吼。啊，这是录音大部分，啊，刻盘部分就较废去，刻盘部分慢慢我嘛是拄安尼讲啦，迄个连接曲讲较早电唱机、唱机，看上早讲较早二战的时代吼，迄个时阵的留声机用手架去整迄吼。迄拢有得收集啊，毋过迄款物件即摆较贵吼。我就尽量将遐声音我伫1999年时阵替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有甲宜兰对，宜兰嘿啊，我有替因制作一套《听到台湾历史的声音》哦，这套总共就将100台迄个留声机的唱片1920年、30年吼到40年哦，这时间有关台湾这方面迄一寡迄个刻盘吼，也甲专做总共选10台吼，分无共款的迄个分类吼，也甲做10台迄个 CD 吼，这套出来了提供真大的一个参考，足好诶啊！嘿，其实我安尼做是考虑讲，其实咱早期伫1920、30年代吼，咱台湾真侪迄个有些资料真宝贵的资料，现主是拢保存伫日本。伫日本？对。等到咱遮家己无？咱家己有，毋过较散。嘿，伫国。即摆现主是嘛，迄个网络这讲这价钱吼，讲我歹听话差甲无差无少吼。花价钱花卡，所以一般人嘛无法度要听，也是要无得听，无得看，足贵啊！吼所以这我就较其实真侪物件保存日本，而且保存了真好，因为无盘，甚至早期嘿，早期真侪迄个咱台湾这要出刻盘，拢走去日本录音，录了才个得到，嘿对，所以咱可能听众朋友可能感觉我安尼讲，你可能感觉真意外吼。你知影讲伫1920年代、30年代，咱中华有出过刻盘，中华即北管、南管有出过刻盘，嘿，迄个时阵对，台湾全省拢伫卖呢，嘿，甚至有卖到东南亚去，吼，迄个时阵对，咱中华就已经有人管刻盘，吼，也当然迄物件。如果有机会，拢会当伫咱咱这台语文化吼，会当电视转。这声音吼，这是咱江老师伊珍藏啊，伊去收集的，用几十年的时间，安尼直要紧，直研究，所以伊这是有根据的，毋是讲就我袂扣的呢吼。我是对声音部分吼，我较有这兴趣吼。若讲收集，其实咱遮有一个人吼，可能大家拢真清楚。咱过去中华文化局迄局长陈庆峰。庆峰。伊刻盘就是真有这。是哦。所以我感觉真好的，就是讲，咱其实互相要知的人知啦，剩的毋知啦。庆峰有。迄是我认为的，大家拢真但是我嘛毋知伊收足济，伊收足济歌舞，咱台湾的歌舞，伊足济。即摆咱过来甲学啦，这吼，我想这毋是要学互谁，是学互咱全台湾的人，咱大家人的吼。我想这个咱的一个园区的一个目的足大，就是讲将分散伫全台湾各地，其实足有心的人足济，包括对文化、对语言、对文理，拢足用心。但是因为过去对这无注意，强要放无去，其实是宝贝。即摆就是讲，上无咱有即个园区，大家紧来捡来，大家斗好起来，诚做是咱共同的财产。对。吼，所以真正真多谢。除去讲，只有迄以外，其实从人，迄人搁较是宝贝。然后遐人，即个就是宝贝，一个甲黏咧，对，迄个强力胶啊，
就是强力胶都是黏掉的哦，袂使走的哦，因为你看安怎走嘛是台湾人啦吼，对啊吼，你若有认同的，就是台湾人嘛，所以真正我足欢喜，你即马讲庆丰，好，咱马上就过来甲连嘛吼，来搁加一个吼，搁来加一个连人，所以遐毋是干那你哦，就是搁来连较侪人来，都爱直直连的，你知影都爱袂使暗道啊吼，都爱拢爱讲出来啊吼。我是安尼，因着讲，因着想吼，对，就直直想，直直斗，吼，足欢喜。其实伫我收集迄落收集过程当中，因为先呢啦，第一我较无钱吼，所以真侪物件慢慢收，有钱的时阵起价买淡薄啊。第久来吼，真侪朋友看着讲我在收吼，也嘛真侪朋友吼，咱讲这无好笑，真侪朋友感觉吴总你收诶，你甲转做这哦，而且。因为发现讲我较无私吼，我真侪物件讲用了，我是听讲甲上网吼，我 YouTube 也是讲是迄个脸书足济吼，拢看会着。我迄图片也好，还是讲我去伴声音、影像拢好。你会感觉不像你安尼真，你真无容易收即只物件，拢提供大家参考讲。即款物件本来要大家看，所以真侪朋友知影即款经营了，因也将因手头所有的物件。提供我就讲不像写交所互你，你若把你装好你，你若感觉歹势无，你用过先一份互我，安尼都用意就是安尼。咱即摆甲咱园区的用意是共款，就是讲过去都无安尼咧念，即摆咱有即个所在哦，都是正人的，大家做伙有。你知影我一个讲遮要做台基文园区，我去甲这是我20当前，20几当前做馆长是收倒转来几年，然后即摆是为线上为馆长，即摆来做馆长，伊若毋肯嘛袂呢。我去甲讲，伊就一声讲好，那这是有意思的工课，我支持。所以讲你要紧去规划看要安怎做，所以嘛足多谢为馆长吼，后面的馆长伊若。肯讲这要紧，好，你去推动。咱教育处嘛足用心伫咧斗开。我去看过了，感觉园区开始，迄土地迄个所在开始赞吼。所以你欢喜来配合，欢喜来支持，欢喜来投入。当然，我若真正我心肝要对想讲，有啥物朋友，我迄个。拢去遐念来。对。对。敢若吸一个，你一定要吸一罐。对，吸来。所以你今仔已经佫讲着一个陈庆丰啦。我甲你讲是，我一个工作要推动这事呢。马上，大家遮教授，因为阮甲即个全国的遮台语文学者教授，因为咱都要注意规个教育的制度啦，规个学者啦，文章啦，音乐啦，一个听安尼尔，大家有写册人，你有诶就寄来，有写诶人就家己寄，还是你有诶你欢喜即要诚做逐个人诶，结果我已经有4000几本诶册啊，有200-300块的迄个 CD 啊。歌戏、布袋戏啥，所以我就伫想，安尼就有一个所在做戏剧的，一个所在来用即个一个歌谣的，一个好所在，就互逐个人会当爸仔囝、母仔囝、阿公阿嬷甲孙仔拢会当做伙来，有趣味的，就是一间啊一间，一间啊一间咱的规个台语先到今仔日即摆遮尔那个辛苦的促进即个历程，我是想讲遐正做咱的一个。共同去经历，共同去学习，共同去研究，共同去发挥，共同去推动的一个平台啦。这毋是讲因为是讲过去遐尼久来，无安尼咧做，即摆才是刚开始尔。足侪爱做，也做袂到，所以大家毋通想讲这若无够，这若无够，袂啦，即摆。先开始，只要有做，拢袂歹。直直来，足多谢你会当了解我即个意思。你的心吼，我好开始换我真甘心吼。我会当做的，我较含慢啦，我较无啥物实体物件，有就是讲累积真侪声音吼，也拢伫我电脑内面吼。是。而且会当而且台语物件，除了讲写以外，上主要吼，我感觉会慢慢消失，最主要是讲。较罕你在讲，较罕你在听，那接讲接听，台语自然就袂消失。是。所以即摆着，我想江老师甲大家讲一个足要紧的点，大家若较接讲，较接听，台语就袂消失。我即句足要紧的，所以咱即摆就是有那咧推动接受，我想先广告一下吼，就是咱即摆咧讲，咱讲学校教育爱教。
但是咱若对家庭就较开始，伫厝内就讲互囡仔听，因为起码拢袂晓。你若接啊讲，接啊讲，接啊鼓励，伊就有听嘛。啊有听，伊就较会晓讲。啊，头先袂啥会晓讲，讲来了就会溜，就是练转啊啦。啊，你拢无讲，你雄雄讲嘛袂练转啊。对啊，我台北较久吼，我雄雄一寡话吼，雄雄就是讲好，所以这真正就是咱。即时想想嘛，足无彩吼！啊，我安尼伫愈遮办台语演讲比赛办今年第24年啊，你知无？我毋知。你毋知？你看，我伫遮我遮尔认真哦。是的。伊无是的，就是讲，因为大家无重视。啊，所以不要紧，我就是伫无重视的中间，咱若认为要紧，嘛是都爱做啊。吼，啊，所以咱无重视，咱愈着爱做。啊，人若重视，就免着咱啊。关键你讲啥，我绝对配合。啊，多谢，啊，足多谢吼！哎，咱敢若安尼一个讲着煞煞，毋知影通煞吼，已经半点钟啊呢，已经半点钟啊吼，咱先互电台广告一下，啊，然后咱再去继续甲大家分享。好，感谢。咱今摆所收听的是 FM 91.1关怀广播电台，伫中华发声，为台湾发声。新生会有咯，医生说你的脚伤恢复得不错，以后啊要注意安全哦。唉，这次因为公出赶着送客户东西，一个不小心走路摔伤。这次呢，你是以健保身份住院，如果是职灾的话，可以在期限内向医院或向劳保局申请退回带点的部分负担医疗费用，以及住院30天内膳食费的半数哦。那我要怎么申请啊？你可以在出院前或就医日起10天内补送劳保职业伤病住院申请书、健保卡及住院费用收据正本到医院。如果无法在期限内补送书单，也可在治疗当日或出院日起6个月内，或者有特殊原因的话，在5年内向劳保局申请退费哦。提醒您，职灾劳工以劳保身份就医，可减免部分负担医疗费用及住院30日内膳食费之半数；但如以健保身份就医，可向劳保局申请退费。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宝贝，你确定？我确定。那我就来吧！耶，终于订到机票了。辛苦工作这么久，就该好好犒赏自己。而你呀，就出国充电，顺便思考下一份工作吧。别担心，我履历都丢得差不多了。我不担心，我还帮你缴了国保保费哦。什么保费啊？是国民年金啦。你现在待业是国保被保险人，前一阵子我就收到你的缴款单了。国保让现在没参加劳保的你，也享有身故、生育及重度以上身心障碍事故的保障，保障不中断。到老年还可依照劳保与国保各自累计的年资计算给付金额，享有双年金保障哦。亲爱的，你跟国民年金一样好呢，谢谢你啊。待业期间也有国保保障，老年还享有劳国保双年金给付。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Action！ 大家好，我是郭子乾，我演过真侪角色，嘛讲过真侪台词，上有感的就这句：爱注意哦！注疫苗是预防流感上有效的方法。10月1号开始，公费流感疫苗已经开始注啊！阿母招阿爸，楼顶招楼骹，厝边头尾，小鸟来去注疫苗，甲我做伙对抗流感。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老公，今天爸爸状况好很多哦。谢谢老婆，为了老爸还辞掉自己的工作，全心照顾老爸。哎，对了，你现在应该参加国保了吧？正想跟你说，我昨天去医院照顾爸爸时，遇到一个人找我聊天，他说我没有工作，改参加国保就不能继续累积劳保年资。哎，他还说可以帮忙代办劳保，这样我的劳保年资就不会中断，申请劳保老年给付才领得多。哎，那是劳保黄牛，先假好心说要帮你代办，再抽取高额报酬，可别上当了。而且没有工作却挂名在投保单位参加劳保，劳保局查到了，将会取消被保险人资格。不仅劳保年资无法计算，已缴的保险费也不退还。如果有领取保险给付，劳保局还会依法追还，千万不要以身试法。有工作加劳保，没工作保国保。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收听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关怀广播电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现在是咱厝边隔壁节目的时间。我是周清玉。咱知影伫咱厝边隔壁的节目是咧关心着咱上要紧，咱在地的人的代志，咱关系着咱。家己的文化关系到咱所要紧的事项项，所以咱过去嘛有关心地方的政治啊，各乡镇的物产啊、特产啊，大家人的推动的工作，但是咱大家拢会记哩，关怀文教基金会甲关怀广播电台，咱是用台语发声，阮是认为讲，这是咱基本的、上界基本的咱的。语言，咱的文化，若是无去珍惜、无去要紧，都会流失去。这通联合国、通世界各国拢有咧要紧这个工作吼。所以世界保育日的这个意义的推动，我想大家人知影。但是台湾目前的情形是，原住民、客家个台语，其实这语言拢有危险，拢会因为大家这两项原住民甲客家是因为人数较少。所以，佮包括过去的即个政策，所以咱渐渐袂晓讲原住民话，袂晓讲客话。但是台语讲台语的人呢，本地人是真侪的呢，这毋是少数。但是因为政治的关系，所以地数大家说啥叫咱袂使讲，若讲台语就要罚钱，就要讲手底啊，说变啊，说大家人感觉台语无重要、无路用，甚至你若讲。无法定以外，佮台湾方法，所以伫即款的情形下，都渐渐伫咧要流失去。佮客家佮有客委会，原住民佮有原民会，佮有钱佮有人，台语煞变无人要爱的，所以这是足悲哀的代志。无人笑，无人听。对，无爸无听，老母嘛无要紧吼，所以但是这是咱的根本。咱一定爱要紧所以关怀文教基金会一直努力伫一点即摆好不容易要有即个台语文的创意园区所以想讲用遮来渐渐来邀请咱对台语文的关心文化关心遮的毋管是伫语言，毋管是伫文理，毋管是文学，毋管是戏剧，毋管是音乐等等。遮有心的人士，你甲考出来，其实阮感觉其实足侪呢，是大家无聊尔呢，是无当做伙尔呢。确实，这方面关心的人，有啥物咧转过人开始接，是咱无伫，因为咱无伫注意，就袂了解。若正经啊，倾起来，其实是非常丰富，非常的丰富。对，所以，毋知影咱即摆的想法吼，你想阮伫咱的园区内面，对即个戏剧的部分，你即摆毋知有啥物款的想法无？还是以后咱你佫有啥物款的建议？第一啦吼，咱园区遮目前只是伊的经济吼，无讲真大，不过我会当从
啊，因为我声音部分还好，就讲因为我那个数位化起来，数位化啊，所以虽然是真简单吼，一两粒硬碟内底吼，摊落去听，规个当天听袂完，无休困安尼规个当天听袂完吼。我累积起来，迄个伊个数位化有声资料吼，已经是非常侪了吼。一本偌济？偌济啊？无偌济，两三个硬碟安尼尔。啊是偌济，迄个容量是偌济？你安尼是偌济？两三硬碟声音吼，如果若要连续安尼听吼，24小时拢莫休困吼。对。会趁到听几年听袂完。几年听袂完，嘿，啊，所以这个吼，咱可能嘛来讨论讲，这要安怎来好？敢别个人是你想是别来遐听呢，还是讲是要伫用？因为以后咱遮嘛要有用这个人工智慧，咱希望来当这科技的部分来结合起来。因为咱毋是干那伫遮咧讲，过去咱会当捡着偌济，即吸管去捡出来尔。我嘛爱安那好，会当推动，所以互逐个人会当通安那发展，会当即个就是要安那应用，即科技的技术会当来安那帮助。这是咱目前的后壁的计划，即摆伫头前是先是毋是会当安怎来展现？袂对，因为数位化有一个好处吼。有当时咱放客盘啦，人都无现场，我也较袂放心吼。啊，我数位化起来物件吼，就通过迄个播放吼，也不断24小时的放送拢无问题。看要透过电台，啊，若讲现场来讲，讲将日时8点钟吼，透过加一台简单的机啊吼，会用8点钟一直放送吼。啊，第二咧，看是要甚至用，如果若讲即摆触控荧幕吼。你若是，咱嘛有触控荧幕呢。嘿，触控荧幕，因为我拄仔听着，吼，我都知影吼。你也知影。触控荧幕啊，甚至讲一寡机啊，吼，你会当选择吼，看是要我今仔要听报题啊，听歌语啊，听南管，听北管，听博唱剧，听台语剧，啊，是讲较过去的话剧，啥物会吼，拢有吼。也甚至我听这项就想着讲，我相信讲咱遮出名当遮听众朋友大家都真知吼。较早有一出迄个电影叫做《梁祝》吼，宁波甲迄个对，按过迄是国语的吼，对，迄个邵氏的香港邵氏因所，啊，迄时真轰动。你捌看过台语的《梁祝》无？无咧。嘿，迄个时阵是有台语《梁祝》，因为台湾人听无国语啊。啊，为着要台湾人，伊既然来遮播放，伊既然来遮放遐，啊，要趁恁的钱，所以伊需要台语配音。啊，我遐就收集到台语配音的梁祝的电影片。哦呀！啊，即款物件可能是过去来讲，感觉哎呀无啥，毋过即摆就感觉足稀罕的。因为这是竞争。咱就先来甲放电影互他，但是即摆咱敢有管理通放，敢会使安那放？这着爱敢有啥物著作权还是啥物？这是原来是属倒位迄著作权是属。即款放送只要因为伊既然伊应该拢有一个公播权，你要取得公播权，应该就花费一笔钱吼，啊，甲付一个迄个公播权，对，付着迄个公播权啊。甲摕着迄个帮迄个迄个公播的权利，使用费用安尼就会使啊。哦，公播权啊，不过是讲啊，都有迄是较更会胶卷的影片吼，啊，你较早迄个放映甲一支大炮安尼，哦，迄要找款机啊去放映的人，迄就较困难哦。迄就较困难，毋知要倒找迄款人。要倒找迄个，要倒找古早迄个电影。啊，倒要倒找文化局也是咱的电影博物馆内面一个，我想紧，即摆就是有啥，我就紧来念啊啦，就是我是毋知啦，不要紧，我找应该无问题。我是记者嚟讲，其实吼，老先要做。足侪物件会出来，对出来好 ，OK 。所以这就是咱赶紧就咱有诶，你拜托紧去想啊吼。啊，一方面爱经过个找个要安那展现，啊，啥物是会当播，啥物是需要去联络啥物去摕着广播权，啊，去向倒位些。我想即中间咧，佫足侪工课爱做。我甚至我有要过两支国语电影，迄国语电影迄落影片，吼，我若胶卷咧，吼。啊，我若倒喺迄个大炮诶，迄种。嘿，对。敢无迄个较简单的，就会当下呢？因为我即摆知影文化局，就是讲对文化局，毋是文化局，文化部，伊所管辖的即个电影的博物馆内面吼，电影中心吼，遐会当有遐
但是版权属伫文化部。电影图书馆吼，其实因过去吼，过去有将真侪迄个台语影片吼，已经甲数位化，对，吼，甲保存内底，遐真侪电影，迄种欧美电影吼，拢会当摕出来播放吼。也若你讲，我阁想到一点。OK。我园林有一个园林吼，出身园林的有一个真出名的小生歌，歌剧机。伊早期我若拍过歌剧的电影。是。啊，歌剧个即摆可能真少，真侪人拢毋知啊。是。吼，迄是民国50年代的时阵吼，歌剧我园林出身的，哦，较早当时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歌剧小生吼。啊，即摆我毋知有电视无，我毋知吼。伊尾来伫当伫台北吼，哦，像即种迄影片，迄个电影图书馆内面都有。OK， 所以我想吼，你我看你啊斗做足侪项课呢，就是讲，慢慢想。一直想就是不要紧，咱这是当要开始，啊，然后后壁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但是我想吼，5月7号都已经卖，都爱卖少米通，互生活大家看者。毋尔安尼尔啦，即摆佫念人，佫念米啊，佫整理出来。佫努力出来，这后壁需要有一群的人做伙来研究，做伙来整理，变做有计划着来入去收集了，要安怎去展现，佫爱有计划。这无问题，因为我现在是所想的吼，既然周馆长这有心我当配合，就是现在是所想的，讲我一寡刻盘，一寡海报，我连接区就是电唱机吼，留声机吼。迄个盘式录音机，我会当用的吼，尽量有电视带大家看，一寡声音的物件，看免我如果闹伫遐，会现场甲大家解说，现场甲操作。你毋是我如果闹伫遐，即款的敢若无讲足清足有把握呢？你敢袂当着讲我一定会伫遐？我5月7号迄天一定伫遐，其他时间咱我对，安怎别个看看？咱即摆先讲上无啦吼，上无5月7号一定伫遐。但是呢，我想讲你嘛都爱有一段时间通互咱逐个人来看。即个阮后壁期待，毋是干咱即个电视毋是一工的呢，这是变做是以后要互众人有计划。你来甲拜拜，后壁嘿，对，拜拜，就是爱拜拜。时间就当配合，我就现场操作。甚至讲观听众朋友，咱现如即个厝边头有兴趣的，甚至讲咱来开讲，拢不要紧。来遐开讲，即部足好来遐开讲。所以你知影咱遐顶边佫有一个会当迄个广场吼，规千人的都会当足大的迄个平台弄定头前即边佫应该以后会当是有迄个户外的舞台，所以咱渐渐这就是起步啊啦。咱遮助理迄个小姐姐有甲我讲起吼，我着想讲会当爱做，我就是除了讲伫现场讲戏，甲大家开讲讲戏，我除了我讲，吼，恁听我讲以外，恁有啥问题，恁来甲问我，就我所在，也是讲就恁所在，讲出来大家听。对。咱遐讲嘛，足好个啊。对，咱拄仔所讲的讲，台语免啊保存，接讲接听嘛。对啊，接讲。就是接讲接听。就是爱有活动啊，有工课，有内容的活动啦，毋是迄个敢若无意思的吼，但是有意思，我想大家一定会足欢喜的。所以有兴趣的。所以你即摆掠着啊？掠着你啊？莫讲掠着，我。自投罗网啊，自投罗网啊啦吼！你掠着，而且这是中华人，我中华人，这是台湾人，这是咱家己的物啊。所以我感觉我嘛真感谢，就是讲我差不多有去接触到，大家拢足都一句话呢，无第二句话呢，就像我头歌，敢若头歌咱伫遐开会吼，然后咱就是讲要互大家有一个座谈，甲咱的迄个生活美学馆，甲伊讲咱有全国各地即个各县市推动母语的人要来咱遮，需要要一个座谈，一声就答应。馆长吼，我老实甲你讲，你安尼做出来了吼，别个馆长有压力。有压力。我惊因人拢你吸收惯。我想不要紧。你只要有做吼，一寡有心的人会投。都会来，大家做伙，安尼，但是这嘛毋是咱的啦，这是咱正人的，毋是我的啊。对无？而且安尼毋才有意思，因为我实在讲，我算算，我嘛无一定抑阁会当活几年啊。但是会当做偌济，我就甲做偌济安尼，都放互浪费去吼。你做先拢拍落吼，
后壁做诶真正继续去做。希望是安尼，因为我绝对无可能完成，这永远都袂当完成，都要大家继续了解。但是大家若有一个共款诶方向诶时，我想安尼我就安心啦。哦，咱就一个加一个，一点仔加一点仔加起来，台语就袂歹过，台湾文化就无去。当然嘛。啊，这个文化诶丰富，就愈来愈丰富。台湾是通世界嘛，都爱知影咱台湾。因为我嘛有在想啊，因为坦白讲吼，做啊久来吼，上面我目睭我若，因为我做数位化工过吼，真顺即个目睭吼。啊，过久来，如果会当慢慢吼，搁栽培讲一寡有兴趣诶吼，继续搁做下去吼。我希望讲即款物件会当保存落去，因为我所知讲，有真侪物件，大家咱去收，大致咱去甲整理出来。我想你，咱即摆有来开始吼。渐渐有啥物想法，有啥物计划，啊，要安怎来做？你讲要安怎栽培少年的，要安怎鼓吹，要安怎互咱咧做的工课，互逐个会当做伙来。我感觉这后壁佫足济。做袂了啦。做袂了，永远做袂了。只要有心要做，做袂了。所以拜托逐个，紧的来商量。哦。当然，甚至讲咱遮出面到遮听众朋友，恁有啥物意见？感觉讲，有啥物嘢，你也提供互阮。我当做，真好做。对，就是我刚听你即句足好，你讲你也提供互阮哦，毋是提供互伊哦，是提供互阮逐个人，拢是主要的人，拢是QQ 做伙，这就是属逐个的。若安尼讲吼，我要求一点，咱遮听众朋友，咱出面到遮阿伯啊，吼，也恁厝内面，恁若感觉有啥物歌意，还是讲报题一寡去办，恁若感觉台中毋免听，来，我甲你处理起来，互你会当听。不止讲，互你会当听，是啥？互大家拢会当听。足好！我是感觉讲，要佮甲你报告，就是我来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咱这以后包括甲你讲，包括迄个微软，包括华硕，因有人拢要参加咱的即个活动。安尼嘿，所以后壁科技的部分，即个帮咱，其实是要这我都毋是遐内行吼，因为我是讲。就是咱先将会当捡先捡的，要安怎做？这佫有新的科技，佫安怎佫该发展互伊？安怎好？咱要达的目标就是甲保存、甲发展，来甲流传去。我想咱的目的嘛是安尼尔，敢是？如果有遮科技的帮忙吼，我已经老实讲，这非常需要，尤其即摆因做一只少年辈吼，因拢接受着手机科技吼。我进前像传艺中心吼，传艺中心我伫想讲某一个报题大师伊一寡迄个作品吼，免甲保存吼，也伊一寡影像免迄个吼迄阵想讲有想过，我甲想着这哇，这真委屈，因为过咱即晚都搁练，我甲你报告，你知影我昨去倒无？我免来知。我昨是拜过，今仔日是拜二啊。今日拜二，昨拜嘿。昨礼拜。我一工就针对着，我咧讲礼拜是，礼拜无我去婚礼的迄落布袋戏的，布袋馆，我去因的故事馆，我去因的客家文具，我感觉咱想要做，我有时我想法，但是咱嘛去看别人已经有做的，若有会当互相参详，嘛去甲因遐的人大家做讨论。我看安尼就直念啊，愈念愈丰富，愈念愈。反正你会当做了搁较好，因为你咧讲吼，我大概想，因为因婚姻布袋馆的真侪物件吼，我若是甲招的。有啊。你若袂，我拢包倒来。咱拢包倒来。哦，是哦，是啊，说到咱遮的啊，吼，是啊，所以真正是宝贝，我真正着去。真侪有啥物件，因为遐展览吼，有淡薄限制吼，真侪啥物物件，咱遮拢会当听。OK， 所以我感觉大家会当期待，不，但是毋是干那期待尔，你嘛爱参加。互你听着，看会着。哎呀，这是咱大家共同努力的。如果有啥问题，讲甚至讲咱排班，我也伫遐，现场大家讲，甚至讲一寡无了解，我也毋知，甚至讲未来透过网络吼。我一寡所在，找主要互恁看。所以即摆就是一直念啊，古早的、现代甲未来，咱都爱小念起来，安尼才有将来性啦。当然。所以咱咧做工课，毋是讲我即都
都若要学袂做都毋免啊。所以真正，我家己一个着甲撸去，我想讲，我就是我着已经甲你见面了，我着想，抑个倒位有啥，我着来，我着连啊，阮遮小朋友，我着讲你去甲找着，伊阮遮少年啊吼。足厉害，找资料，所以阮拢有做功课啊。我甲你讲，所以大家安怎接起来，就是才会整个推动起。有啊，吼，即摆现就是若讲电视来讲较周知的吼，虎尾布第一关吼，也台北永乐市场吼，8楼9楼迄个大场厅戏吼，伊的一寡电视，啊，搁台北有4馆，都伫迄个金华区金华城吼。因如果有咧注意，发现讲。遐物件拢我的，物件拢你的。我无讲好笑，因为真济大批真济主人拢我提供的。OK，毋过毋敢讲拢我的，大多数。大部分。OK， 所以足欢喜，足感谢。啊，阮其实这都是咱地方的家己的宝，嘛是咱台湾的宝吼。所以咱通会当期待。所以后壁我可能一个，嘛是直直要拜托因大家来上地台，将咱所要做的啊，真正邀请大家做伙来。一个甲直直念，可能我想吼。真正做袂了啦，但是真了解，咱即马马上就是5月初5，咱要展现出来，先会使贪心啦，因为做袂，若规个拢要出来做袂了，一定会伤杂，所以整个该有系统的，然后咱后壁的时间，这开落就是希望逐礼拜都有活动，希望逐个月都有活动，啊，希望有见习，希望有研究，因为像恁这。嘛，抑阁有别人吼，毋是讲咱就是唯一，抑阁有别人，伊可能捡无遐济，但是无伫遐有诶会当小补。一咱一拄大家直直补，啊补起来，这就是咱大家啊安怎用科技来互大家人会当来。其实咱中华迄个传统戏剧真丰富，是过去咱拢毋知影要爱惜吼，遮物件确实真多吼，不管是南管、北管、歌戏、布袋，遮物件确实丰富。咱有咧。感觉骄傲讲咱有这，但是一般拢感觉迄较无遐尼要紧，即马就是讲周杰伦啦吼，而且这少年的，但是少年的嘛有少年的啦，所以伫即版以后，我是想讲，咱安怎来对本土、对旧的甲即摆甲以后的，我想咱来用即个愿景。我想咱做伙来努力。如果咱当期待，我物件拢趁到留落来。OK， 有影，好，咱做伙来努力。我想，因为你看一搭久1点钟到安尼，咱敢若还袂讲着啥吼，有啦，讲着足济啊，但是还袂讲了，不要紧。咱请咱大家继续，咱关怀啊电台基金会啊，以及咱的台语文学区欢喜甲大家做伙来努力。多谢你，今仔日你来，足感谢。多谢周班长，啊，多谢咱中华遮乡亲遮出面斗，吼，大家共同拍拼。啊，多谢你，多谢。多谢。
阮爱开口了，也爱开口，你继续听。真欢喜。以后爱写较长，迄个不带迄个。无，即马这一段拢无啊。拢无啊。啊，佫定做后壁。你讲遮偌感动的，大家看到了讲一块花，我换转来拢，伊。